那封清簡的照片是凌晨2點17分出現在某八卦論壇的，像素不算高，像是隔着磨砂玻璃偷拍的。深灰色的卡紙上壓着暗紋，燙銀的字本該是體面的，但王菲2個字上橫着3道黑色記號筆的劃痕，又被人用指甲反覆溝過，露出底紙的白色。旁邊是另一種筆跡，圓珠筆，用力到紙背凸起，寫了個小小的寶字。發帖的 ID 叫殯儀館保潔小妹，配文只有一行：謝家今晚炒翻了，拉姑摔了杯子，霆鋒闖走了筆，最後這封清簡被塞進碎紙機，我檢出來的。天亮之前，帖子已經被轉了300次，關鍵詞是名分。這個詞像一顆冷透的子彈，精準地嵌進了所有吃瓜群眾的認知框架裡。王菲和謝霆鋒復合10年，同居、旅行，被拍到一起做早餐，一起接女人放學，但從來沒有一張結婚證書，從來沒有一場婚宴，從來沒有一次公開的家族合影。而此刻，謝賢那個喊了半輩子霆鋒是我最愛的仔的男人走了，靈堂上那張名單成了最後一道門，門裡是家人，門外是看客。王菲站在哪一邊？輿論像被捅破的風箱，嗡的一聲炸開了。營銷號連夜拉出時間線，1994年，王菲第一次被拍到與謝賢同框，在勁歌金曲頒獎禮後台，謝賢搭着她的肩，笑得像個撿到寶的老頑童。標題是準公公笑開花。2000年，謝霆鋒和王菲首次公開牽手，謝賢被記者堵在停車場，只說了句年輕人的事，我不管，但我喜歡阿飛。2014年復合後，謝賢在 TVB 採訪裡說他很好，就是不愛說話，以及所有人都在翻的一張圖。2019年，謝賢83歲壽宴，全家福裡沒有王菲。那張壽宴全家福被做成了對比圖，左邊是狄波拉、謝霆鋒、謝婷婷、張柏芝和2個信子，右邊空出一個位置，被網友 P 上了王菲的頭像，配文永遠的 PS 席位。到了下午，風向變了。有自趁謝家趁友的匿名賬號爆料，拉姑在靈堂趁口說，王菲要是敢來，他就敢當着所有媒體的面稱她出去。未人能證實，但所有人都在傳。王菲的微博評論勾衝入10萬條留言，從你憑什麼不去到你憑什麼去，邏輯自黑到荒誕。而王菲本人上午10點被拍到從北京東四環的一家茶室裡走出來，穿一件洗舊了的灰色衛衣，手裡拎着一袋骨子。記者追上去問他有沒有收到謝家的通知，他停了一步，回頭看了一眼鏡頭，沒說一個字，轉身進了電梯。那個眼神後來被做成了動圖，循環播放了48小時。有人說那是冷漠，有人說那是疲憊，有人說他嘴角動了一下，像是想說怎麼又咽了回去。沒有人注意到他左手磨名指上戴了一枚銀色的素圈戒指，那枚戒指他在任何公開場合都沒戴過。與此同時，謝霆鋒被拍到從謝賢生前的公寓出來，手裡抱着一個紙箱，表情看不清，因為墨鏡和口罩遮住了整張臉。記者喊他的名字，他加快腳步上了保姆車。但眼尖的人發現紙箱側面露出一角牛皮紙信封，上面有手寫的地址，收件人是王菲。那封信最終未有被送到王菲手上，因為當天傍晚，狄波拉通過公關公司發了一篇通告，措辭得體，念起來像一位痛失摯愛前夫的女性在強餐體面。謝府的告別式只邀請至親好友，一切以謝先生生前意願為準。至親好友4個字，像一扇關上的門。而那封未被送出的信，在謝霆鋒的車上放了整夜。第二天清晨，他把它放進了父親的遺物箱裡，沒有拆開。第一章結束。清簡的劃痕、壽宴的空位、茶室的骨子和那枚素圈戒指，都只是冰山的尖角。水面之下，謝賢藏了20年的東西，才剛剛開始浮出來。那20張明信片被裝在一個深藍色的鐵皮餅乾盒裡，盒上的花紋已經磨得發白。王菲坐在錄音室的地毯上，一張一張把它們鋪開。寄出日期從2001年到2020年，
郵戳從香港到北京，從溫哥華到上海。謝賢的字跡從硬朗的鋼筆變成了至巍巍的圓珠筆，但每張背面的字始終只有一句：有空嚟坐坐。偶爾繪多一兩筆。2005年那張，他在錯字後面加了一個括號，裏面寫有茶。2009年那張，他畫了一個潦草的笑臉，旁邊批了行小字，聽說你戒了煙，好。2016年那張，紙面折痕很深，像是被他反覆油過又剪平，字也有些歪斜，最後一行寫着：我搬了新家，你來應應門。一張都沒寄出去。他未回過信，也沒拎過信。每年生日前後，助理會拿一個牛皮紙信封進來，他打開看過，然後重新封好，放進鐵盒裏。有一年助理多嘴問了一句：謝老先生船在機啊？他了一聲，沒抬頭。那一年，謝賢81歲。此刻這些明信片攤在地上，像20個磨人赴約的下午。王菲拿起手機，通訊錄翻到謝霆鋒的名字，停了5秒。他打了一行字，刪掉，又打了另一行，再刪掉。最後發出去的是5個字：名單上是誰？沒有表情，沒有語氣，沒有稱呼。同一時間，謝婷婷正坐在中環一家律師樓的會議室裏，翹着腿，把手機屏幕轉向對面的謝霆鋒。Daddy 書房裏所有東西，我找人看過了。這個，他把一張照片放大，是一幅裱在銀框裏的水墨小品，估值80到120萬，買家已經有意向了。船有這幾個：字畫、手錶、威士忌收藏，加一起大概能到這個數。他俾了個手勢，謝霆鋒沒說話。我知道你想說什麼。謝婷婷把手機扣在桌上，哥，Daddy 走了，家裏那麼多東西，總不能都堆着。我又不是要肉他的骨灰盒，這些是可動產，放在那邊等人遺忘，不如換成。誰讓你動的？謝霆鋒開口了，聲音沒起伏。拉姑同意的。你跟馬說了？他說不關他的事，但他也沒攔我。謝婷婷歪了一下頭，哥，你在美國的時候，我陪 Daddy 住了3年。他後來說話都不太利索了，有時候叫錯我的名字，叫成阿飛。你覺得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會議室安靜了3秒。謝霆鋒站起來，椅子腿和地毯之間發出一聲沉悶的摩擦。他沒看妹妹，只說了一句：你要是動他書房裏的任何一件東西，我會讓律師聯繫你。那天傍晚，狄波拉在謝賢的靈堂旁邊臨時搭了個茶台，煮了一壺咖啡。他穿一件藏青色的旗袍，頭髮梳得一絲不亂，坐姿像是被尺子量過。堂內沒有別人，只有擺好的花圈和一張謝賢的舊照。照片裏他穿着白色西裝，笑得不像一個80多歲的人。咖啡煮到第2壺的時候，謝婷婷推門進來，把一疊文件放在桌上。馬哥不讓我動。狄波拉沒有看那疊文件，他給自己倒了一杯咖啡，攪了3下，然後說了一句，聲音平靜得近乎溫柔：你巴走之前那周，有一天夜你叫我過去，跟我講了一句話。他說拉姑，我這一生最對不住的人不是你們任何一個。我問他是誰，他沒說，但我知道他在說誰。謝婷婷拎住了。狄波拉端起杯子，抿了一口，目光落在照片裏謝賢的眼睛上。所以這些事該怎麼操辦，該怎麼清，該怎麼讓有些人知道，他從來不認這個門，但門裏有規矩。他放下杯子，你哥心軟，我懂。但我船未走，這個家我說了算。他沒有提王菲的名字，但靈堂裏所有沒說完的話，都落在那3個字上。而那個未被送出的牛皮紙信封，此刻就放在謝霆鋒公寓的保險櫃裏，和父親的遺囑放在同一格。他沒拆，因為他知道那裏面是什麼，是父親臨終前口述，由私人律師代筆的一封邀請函，不是請柬，不是訃告，而是一張紙，上頭寫着
阿非，來不來，你定。我這人不設牌位，不留座，但有一件東西，我想當面給你。老謝，日期是謝賢去世前3天。這件事，謝霆鋒沒有告訴任何人。那段錄音是周三下午2點上線的，一個叫舊底片的播客節目。平時聽眾不到2麥，但那期預告標題掛了3天，謝賢最後的聲音。點進去的前30秒是沙沙的底噪，像舊式錄音機在空房間裏轉。然後有人清了清嗓子，聲音蒼老，氣息短促，但咬字很用力。今天是2024年3月11號。剛吃完藥，沒雜麼胃口。拉姑煮了粥，我喝了2口，她說我瘦了，我說我年輕時候更瘦。謝賢嗨了2聲，停讀了大概10秒，錄音裏能聽到窗外的車流聲。我這輩子活得夠本了，沒雜麼不甘心的。霆鋒有他自己的路，婷婷也大了。拉姑會照顧自己。我唯一想說的是一件小事。又停了很久，長到聽眾以為錄音斷了的時候，他的聲音重新響起來，沙啞到像是用氣聲在說：我這輩子最大的遺憾，不是欠了誰的錢，不是錯過了那個角色，也不是離婚，是沒等到那個人叫我一聲爸。他衝嚟不叫，不是因為不尊重，是因為他怕。他那個人越在意就越不敢靠近。我看得出來。我認識他的時候，他才25歲，站在我旁邊像隻矛，眼珠子轉來轉去，假裝很酷。我就知道這孩子心裏是軟的。我每年給他寄一張明信片，地址是我從經紀人那人要來的。我不知道他收到沒有，也不知道他看了沒有，但我總想着，萬一他那天想開了呢？萬一他推開我家的門，說一句老謝，我來了呢？我等到80多歲了，船沒等到，但我不是怨他，我只是想告訴他，就算沒等到，我也不怪他。他來不來，我都知道他心裏有我。我這人看人看了60年，這點眼力船有。最後講一句吧，霆鋒要是聽到這段，幫我帶個話，就說爸知道你為難，但爸的東西有一件事他該得的。錄音在這裏斷了，沒有人說話，只剩下沙沙的底噪，又延續了10幾秒，才徹底結束。40分鐘後，舊底片的服務器被擠崩了，截取的片段被搬運到所有平台，標題從謝賢生前錄音一路演變到謝賢喊話王菲爸等你一聲，點擊量以分鐘為單位翻倍。熱搜前10條裏，6條和這段錄音有關。最震動人心的是那句他不叫不是因為不尊重，是因為他怕。從前天開始，全網旋在用冷漠2個字給王菲畫像，此刻那2個字像被一隻無形的手從畫框上撕了下來，露出底下一層從未被看見的顏色。有人稱之為氣，有人稱之為小心翼翼的心情。有人翻出王菲20年前一段採訪，問他最怕雜麼，他說了一句：我怕對人好，人家不當回事。評論區忽然安靜了一瞬，然後有人寫：他不是不想叫，是怕叫了未人應。靈堂裏的狄波拉在看到那段錄音的文字稿時，第一反應是假的。他捏着手機站在花圈中間，指關節發白，嘴裏說不可能。我從沒聽過他錄這些東西，但眼圈已經攻了。謝婷婷衝進來喊馬，外面來了好多記者，被他一聲出去頂了回去。然後他摔了一個杯子，不是故意砸的，是手抖到拿不住。瓷片濺在黑色大理石地面上，碎成不均勻的幾瓣。他蹲下去想撿，手船沒碰到碎片就縮了回來，整個人坐在靈堂旁邊的椅子上，旗袍下擺掃過碎瓷，發出細碎的聲響。謝霆鋒站在門口，沒進來。他看了那段錄音的完整版2遍，摘下耳機的時候，旁邊的經紀人聽到他說了一句：
他錄這的時候，我在北京。沒有人接話。當天晚上，謝霆霆召開了家族臨時會議，其實只有他、謝霆鋒、狄波拉以及謝賢生前的私人律師林律師。會議室不大，窗外的天色正從灰藍沉進墨色。林律師拆開一個牛皮紙袋，清了清桑紙說：謝先生生前委託我，在他離世後向各位宣鬥一份補充遺囑，簽署日期是2023年12月。謝霆霆闖先開口，所以那段錄音是真的？Daddy 真的錄了那些話？林律師沒回答他。他翻開了文件，目光掃過第一頁，然後抬眼看了一圈在座的人，語氣平穩得像在念一份天氣預報。補充遺囑第4條涉及一項指定贈與，贈與對象為王菲女士。具體內容，謝先生要求在葬禮結束前不得向任何非當事人透露。但有一項程序需要各位知悉，贈與生效的前提是王菲女士本人出席告別式。會議室里安靜了5秒，狄波拉盯着林律師的手，像是想從那帳紙上找出一個破綻。謝霆鋒靠到椅背上，閉了一下眼。謝霆霆的嘴張開了又合上。而千里之外的北京，王菲的經紀人第3次撥他的電話，仍然無人接聽。他在錄音室的地板上坐了一整個下午，旁邊是那20張攤開的明信片。手機亮了又滅，滅了又亮。最後一條進來的消息是謝霆鋒發的，他要給你的不是錢。他沒有回，但那天夜裏，有人看到他家樓下的門衛收到一個包裹，寄件地址是香港淺水灣謝賢生前住的那棟公寓。他沒有拆，把它放在鐵盒旁邊。兩件東西隔着20年的時光，終於等到了同一個房間。王菲消失的第一天，未人知道她去了哪裏。經紀人對外只說休息，但手機一直轉接語音信箱。謝霆鋒打過3通電話，第1通響到自然掛斷，第2通響了2聲被按掉，第3通他留了句語音：如果你要找那個人，他住在北京朝陽歐團結湖，門牌號我發給你。那個人是周采芹，謝賢60年前在邵氏拍《神雕俠侶》時的合作演員，今年87歲，住在北京一處老小歐的6樓，沒有電梯。王菲在第2天上午敲了他的門，手裏提着一袋骨子，和那天從茶室出來時拎的是同一家店。周采芹開門的時候擰了一下，然後側身讓他進來。屋子裏很小，牆上掛滿了黑白劇照，有一張是1964年《神雕俠侶》的片場合影。謝賢站在周采芹旁邊，穿一件靛藍色的徽服，年輕得不像話，眼神裏有一種還未學會收斂的鋒利。你比電視上傳秀。周采芹給他倒了杯熱水，坐在對面的藤椅上，膝盒上合着一條舊毛毯。老謝走的那天，我夢到他了。他穿了那件藍衣服，跟我說采芹，我那個故事終於有人來問了。王菲把骨子放在茶几上，沒有說話。周采芹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你不用開口。我知道你要問責麼？他從藤椅旁邊的抽屜裏取出一個牛皮紙信封，很舊了，邊角都磨破了。裏面是一張照片，翻拍自一張更老的照片。謝賢在片場的化妝間裏，用黑色簽字不在一張餐巾紙上畫着責麼。旁邊是一行小字，拍攝時間寫着1994年12月19日，備註欄只有4個字：他話的他。那天是邵氏年會後的姜公宴，老謝喝多了，坐在角落一直不說話。我走過去看他手裏在畫責麼，他說采芹你看看，我畫得像不像？畫上是一個女人的側臉，鼻子很挺，下巴有一點方，頭髮短短的，嘴角往下走。我說這是誰啊？他沒說，笑了一下，把餐巾紙疊起嚟放進西裝內袋裏。周采芹停讀了一下，手指在照片邊緣輕輕摩挲。後來過了2-3年，我才在報紙上看到王菲的照片。我當時就想，原來是她。王菲接過照片，看了很久。那個畫在白色餐巾紙上的側臉線條很重，帶着酒後手抖的痕跡，
但輪廓是準的，是25歲的他，站在1994年勁歌金曲頒獎禮後台的那個他。照片背面翻過來，能看到一個極淡的鉛筆字，是謝賢寫的，很輕，像是怕用力了繪把紙戳破，可惜。就2個字。王菲把照片放進自己包裏。周采芹沒有留他，只是在他站起來的時候又說了一句：老謝這個人，年輕時候風流了一輩子，老了反而念舊。他跟我說過一句話：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，不是任何一個我愛過的女人，是我沒敢愛夠的人。他說的那個人是你。王菲走到門口，回頭看了一眼那張黑白合影。謝賢的藍衣服在泛黃的相紙上已經褪成灰青色，但眼睛全是亮的。他點了點頭，沒有說謝謝，也沒有說再見。那天傍晚，謝霆鋒收到了他回的唯一一條消息：我找到他了。與此同時，香港這邊的清場也在同步進行。謝婷婷的拍肉記娃被一紙律師函正式叫停，律師函措辭簡潔，未經遺產執行人同意，任何處分謝賢先生遺物的行為均屬違法。謝婷婷氣了一整夜，但第二天早上，她在 Instagram 上發了一張父親年輕時的照片，配文改了 Daddy， 你早就把什麼都安排好了，是不是？曾志強那邊的談判則是另一番景象。王菲的助理在第3天早上抵達她位於九龍城的舊公寓，帶來了一個深灰色的收納盒，裡面是錢，具體數字未人知道，但曾志強在門口站了很久，最後把那個裝了30年底片的鐵盒子交了出去，說了一句：替我跟他說，這盒子裡老謝最好的照片就是那張餐巾紙，我留着不罰，就是等他走的那天，讓他跟他一起走。而真正讓一切塵埃落定的是那個深夜的電話。王菲從北京回到公寓，手機開機的瞬間衝進300多條未讀消息，她只撥了一個號碼，不是謝霆鋒，是狄波拉。電話響了6聲才被接起來，那頭沒有人說話，只有輕微的呼吸聲和咖啡杯碰在瓷碟上的動靜。王菲先說了一句拉姑，狄波拉沒有應。王菲停了2秒，然後說了第二句，語調很平，像在念一行沒怎麼感情的台詞，但每個字之間的空隙裡塞滿了一個女人的一生。老謝寫了一輩子的有空嚟坐坐，我明天來，不是為了他，是為了那20張從來沒被打開過的清簡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，最後狄波拉說了一句，聲音馬得像被人捏着喉嚨，你知道他的規矩。從側門進，王菲說我知道。電話掛斷。北京的天剛亮，香港的天還沒黑。兩個女人隔着2000公里的距離，在各自的城市裡同時看了一個方向，東南角淺水灣，謝賢那間永遠開着門等人來的公寓。而那張餐巾紙此刻就放在王菲的包裡。畫像上的側臉女孩用25歲的眼睛隔着60年的時光看着她，嘴角微微往下一沉，像是在問你要來見我了嗎？謝賢的告別式定在上午10點。香港殯儀館外，媒體架起了3排長槍短炮，天空飄着細密的雨絲，像有人在天上用篩子漏灰。狄波拉穿了一身黑，站在靈堂入口迎接賓客。他今天沒有煮咖啡，手腕上戴了一串謝賢生前送他的珍珠項鏈，顆顆飽滿，光澤溫潤。他與人握手的時候，始終掛着一種排練過度的微笑，嘴角的弧度精確到毫米，直到他眼角的餘光掃到側門那扇玻璃門被輕輕推開了一條縫。未人看到王菲從那輛車下來的。有人說他是衝後巷步行進來的，撐了一把黑傘，傘面壓得很低。有人說是謝霆鋒的助理接應他從雲宮通道繞進嚟的。唯一被多人證實的是，他走的是側門，狄波拉沒有回頭看他，但肩膀動了一下，像是掹緊的弦被輕輕撥了一指。謝霆鋒站在棺木右側，黑色西裝，袖口別了一枚白花。他的視線落在父親那張放大的彩色照片上，照片裡的謝賢穿了那件他最愛的手工西裝，
嘴角掛着那種一鼻子沒改過的帶點玩世不恭的笑。沒有人去打擾他，直到他感覺到左側3步之外有人暫定。他沒有轉頭，他知道是誰。王菲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棉質長衫，沒有任何裝飾，長髮束成一個低馬尾。她沒戴墨鏡，沒戴口罩，臉上沒有表情，但嘴唇的線條是軟的。她在棺前站了7秒，7秒之內，靈堂裡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了，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消失，是所有人不約而同地屏住了呼吸。攝影師忘記了按快門，謝婷婷捂住了嘴。狄波拉把視線從珍珠項鏈上移開，望向那具被白花簇擁的棺木。那7秒裡，整個香港娛樂圈的空氣像被抽空了。然後王菲做了一件事，她從黑色長衫的側袋裡取出一樣東西，沒有包裝，就那樣拿在手裡。那是一張老舊泛黃的餐巾紙，邊緣已經起了毛，上面用黑色簽字筆畫着一個女人的側臉輪廓，線條從散但準確，嘴角微微下撇，眼神裡有一種說不清的倔強。他把那張餐巾紙輕輕放在棺木上方的白花之間，紙張太輕了，落下去的時候差點被花梗彈開。他用手指壓了一下，讓它在花叢裡躺穩。然後他俯身，嘴唇幾乎貼着棺木的邊緣，說了4個字。這4個字，站得最近的3個人聽到了3個版本。謝霆鋒說聽到的是我來了，吧。站在王菲斜後方的謝婷婷說聽到的是來得及嗎。而當天晚上，狄波拉在給自己的咖啡續杯時，對陪在身邊的一位老友低聲說了一句，他講的是叫你一聲。未人能證實哪一個版本是對的，但那4個字的音量極小，小到像是說給棺木裡的那個人一個人聽的。王菲直起身，後退一步，她看了一眼謝霆鋒，他也終於轉過頭來看他。兩個人之間隔着3步的距離，隔着20年的風風雨雨，隔着2個孩子的撫養權和無數條沒有回應的明信片。謝霆鋒的嘴唇動了一下，像要說怎麼，但最終只是點了一下頭。王菲也點了一下頭，然後他轉身從側門離開了。從進來到出去，不超過3分鐘。靈堂裡的空氣緩緩重新流動起來。狄波拉走到棺木前，低頭看了一眼那張餐巾紙，伸手想碰，手指緣在紙張上方3厘米處，停住了。他沒有碰它。他收回手，轉身回到入口，繼續如人握手，嘴角的微笑重新精確到毫米。但有人注意到，他的珍珠項鏈上有一滴肉眼幾乎看不見的水漬。謝婷婷從人群中擠出來，追到側門看了一眼，外面已經未有人了，只有一把刀放在牆角的黑傘，傘面上的雨水正沿着邊緣滴落，在地上聚成一小灘。葬禮結束後第3天，曾志強收到了一個快遞，打開後是那個深灰色收納盒的原樣退回，剪1分沒少。盒子裡多了一張紙條，上面是打印的一行字，底片留下。你替他保管到100歲。曾志強站在門口看了那張紙條很久，然後笑了。他把鐵盒子重新鎖進櫃子裡，順手把那張紙條貼在盒上。同一天，謝賢生前的私人律師林律師正式宣布，補充遺囑第4條贈與已完成。沒有人知道贈與的具體內容，只有一個確認文件上寫着已交付3個字，落款有王菲的電子簽名。2個月後，香港一場小型私人拍玉會上出現了一件不太起眼的拍品，一幅裱在銀框裡的水墨小品，估價不高，起拍價5萬港幣。拍賣目錄上寫的備註是謝賢先生舊藏，嚟源可靠。最終以8萬港幣被一位匿名買家拍走，沒有人把他和王菲聯繫在一起。但拍賣行的工作人員事後間聊時說了一句，那位買家是個女的，穿灰色衛衣，戴着口罩，給完錢就走了。電梯門關上之前，他回頭看了一眼那幅畫。又過了半年，有網友在謝賢生前常去的那家茶餐廳門口拍到一張照片，玻璃門上貼着一張已經褪色的舊菜單，
菜單背面被人用黑色簽字筆寫了兩行字，字跡被曬得有些模糊，但依稀能辨認。第一行是阿飛，有空嚟坐坐。第二行是另一隻手寫的，筆畫細一些，像女人的字跡。好。照片被發上網後2小時就被刪除了，但已經傳下來的人把它跟那些明信片、那段錄音和那張餐巾紙的照片放在了一起。沒有人再追問那天的7秒裡他說了什麼，因為答案可能早就在那裡了。在謝賢寫的第一張明信片和最後一張明信片之間，隔着20年，同一個錯字。而娛樂圈的告別，從來不會真正結束。那個夏天，有一位剛入行的年輕狗仔在港澳碼頭蹲守時，拍到了一個背影，穿黑衫、長髮，走路不緊不慢，像是不在乎身後有沒有鏡頭跟着。他把照片拿給師傅看，師傅看了一眼，說了一句：別追了。這個背影，我追了30年，從來沒追到過。他是誰啊？年輕人問。師傅把相機收了回去，沉默了一個人，說：你不需要知道他是誰，你只需要記住，有些人他不來才是永遠，他來過了就變成傳說。